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，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冰雪王国的友谊之胜。今天是一年一度雪地比赛的日子，苏菲公主非常兴奋，她的好朋友艾玛公主也会来参加比赛。谁会赢得冰上奖杯呢？那我们的故事要开始咯。苏菲公主和她的2个弟弟阿克与小凯在结冰的湖边等他们的朋友艾玛公主。今天是雪上运动会的日子，我等不及了。苏菲说，我真希望这次可以赢得冰上奖杯。而阿克自信满满地说，我一定会赢得雪橇比赛。小凯也说，我肯定会赢得溜冰比赛，我已经练习了好几个月了。就在这时，苏菲的爸爸妈妈回来了，他们说，孩子们，记住，这场比赛不是为了得奖，而是大家尽力去完成每个比赛就好。大家互相看着对方微笑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想赢得那个奖杯。此时，艾玛公主也来了，苏菲给了艾玛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她说，很高兴见到你。艾玛说，我也很高兴见到你，今天希望我们都可以玩得很开心。这时，苏菲的爸爸说，好的，各就各位，比赛要开始咯。第一场比赛是阿克和小凯的滑雪橇比赛。看到阿克一开始就冲非常快，太快了！因为他超快的速度，使得雪橇失去控制，而撞倒在一堆雪中。因此，小凯赢得比赛。算你运气好，小凯，阿克说。第二场比赛是溜冰比赛，大家各就各位，3、2、1，开始！阿克溜得超快，快得像风一样，大家都才溜了1圈，阿克已经完成2圈了。太厉害了，阿克！苏菲公主说。来到了第3个比赛，是苏菲公主和艾玛公主的赛马比赛。苏菲骑着她的白马 Ruby， 而艾玛骑着她的黑马 Morgan。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苏菲的爸爸问。2位公主信心满满地说，好了。好，各就各位，3、2、1，开始！来吧 Ruby， 我们一定可以的，苏菲说。2匹马都跑得非常快，艾玛骑着她的 Morgan 跑在最前面。正当经过一大片树林时，苏菲公主的披风被树枝勾到了，没办法继续前进。哦不，苏菲公主伤心地哭了。她告诉 Ruby， 对不起，我们不能赢得比赛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她听到了马蹄声，没想到艾玛骑着她的 Morgan 回来救苏菲公主。艾玛说，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在这树林里，先不要移动，我帮你把披风解开。苏菲说，谢谢你，你本来可以赢得比赛的。艾玛说，别担心，我们一起骑到终点，一起赢得比赛。
苏菲说：“谢谢你，艾玛。”当他们一起冲过终点时，每个人都很高兴看到2位公主安全回来。赛马比赛平手，苏菲的父亲说：“好，最后一场是雪雕比赛，胜利的人可以得到这一座由冰打造的金奖杯。”这时，苏菲公主想起了刚刚艾玛因为回来救了她而输掉了比赛，便说：“爸爸，其实谁赢了并不重要。我提议，让我们参赛者一起共同做出最好的雪雕，你觉得好吗？”“我喜欢你的建议。”阿克说。于是苏菲、艾玛、阿克和阿凯4个人一起分工合作，雕出了一座超美丽的冰城堡。苏菲的爸爸对他们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做得太棒了！看到你们分工合作的精神和努力不懈的态度，我为你们感到非常自豪。在这里宣布，这座奖杯属于你们大家的胜利。”每个人都开心地欢呼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阿克突然说：“我可以拿一下奖杯吗？”苏菲的爸爸把奖杯交给了阿克。就在给他的瞬间，阿克没有拿稳，奖杯砰的一声掉到了地上，由冰制作的奖杯被打破了。所有的人都被吓到说不出话来。阿克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“别担心，阿克。”苏菲说，“我有冰魔法，交给我吧。”就在苏菲公主施了神奇的法术 ，bling bling bling， boom！冰奖杯又恢复了原状，大家开心地抱在一起，并举高奖杯，笑着说：“它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胜利！”耶！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在这次的冰雪运动会上，我们学到了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真正的胜利不是只是拿到奖杯，而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。不管比赛的结果如何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互相帮助，使这一天充满了欢乐和美好的回忆。记住咯，彼此的关怀和支持是最珍贵的礼物。大家一起开心，分享快乐，这就是最美的胜利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